为着要来配合2025年城镇轮成演习，也有国家团结国，咱的内政部警政署是特别规划防空避难的展览。今仔日伫捷运西门站来开幕，展览的现场呢，受教民众这避难的原则，也有防灾包到底是要安怎准备等等，嘛正适合囡仔做伙来学习。 无论是为着防灾，还是为着战时的避难，最近国内侪民众防灾意识加悬，嘛开始准备防灾包。不过要安怎准备，爱穿啥物物件嘛，真伤脑筋。警政署在台北西门捷运站内底举办防空避难体验展览，甲避难原则、防灾包安怎准备，也有避难设施的紧急物资拢摆出来，互民众参考。 避难物资的部分哈，那每个人哈每天单日的部分呢，紧急避难包呢，我们是建议要采取质量轻，然后容易取用物品的双肩的背包，那并维持男生大概在15公斤，女性在10公斤左右，才不会太重。 为着要加强社会韧性，提升全民的应变能力，7月汉光演习头届要结合军民做伙演习，内政部嘛伫6月30公布防空避难指引。 互民众知影，当防空警报弹的时，要安怎保护家己。部长刘世峰表示，目前经过半点，全国是有82000个避难空间，会当收容的人数有到5000多万，是全国人数的2倍多，希望互民众安心。另外，行政院长杜英泰嘛，搁再呼吁朝野立委，斗阵来支持4100亿的特别条例草案，支持产业稳定和国土安全韧性。 我们在6月底的时候呢，已经公布了一个防空避难的指引。那不论怎么样，我们在全台湾的守护之盾呢，这样的一个防空避难展，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国人同胞，有准备更安全。这些100亿里面，除了我们对支持产业、安定就业、照顾民生之外，我们还有很重要的是针对国土安全韧性的1500亿。我真的很期待国会能够利用 现在研会的时间，继续的能够加速把这个4100亿的特别条例通过。警政署表示，民众若是透过警政服务 App， 也有消防防灾2.0 App， 就通知影离民众上近的避难空间。另外，也有防灾卡，通了解防灾知识。原来西门捷运站这个防空避难展览，拍算是办到7月30。现场的内容拢有写注音，适合囡仔做伙来学习。警政署表示，希望透过丰富的避难知识，也有活动体验和导览，来落实防灾对日常实践的目标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